镜头锁等来台湾来看，日月潭已经满水位了，也毋过有渔民发现这个鱼虎扑出水面，因为这个时阵是鱼虎生团的季节，渔民是担心这个鱼虎会来冲击到当地原生鱼。虽然县政府去年就开始来防治，但是也是无法度全面来消灭。 日月潭的水位已经恢复正常，因为气温愈来愈高，有渔民发现较偏僻的水域有鱼虎出现。鱼虎现在目前处于的状况是它在筑巢，筑巢就会1公1母，它就会开始栖息在岸边，然后做筑巢的动作。 因为鱼虎伫日月潭无天敌，加上生态期的时拢真歹，其他鱼啊若拄到鱼虎，唔是死就是伤。那希望说我们县府啊有日月潭的一些有关机关单位就可以开始要做一些灭除它的动作了。 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讲，要消灭日月潭的鱼虎无遐简单，会延续去年的防治方式。采用电气法的方式进行防治，去年成果大概是8000多尾。然后到后来鱼球散开的阶段，我们也尝试用所谓的诱捕笼的方式去做防治。因为日月潭的范围有够大，虽然讲用人工电鱼的方式效果有限，也毋过嘛是目前上紧上有效的办法。